見面制要做 Part 2，係因為除咗睇姜濤，姜糖一樣咁好睇，感性溫柔糖鼓勵姜濤，給予力量，活潑又有創意嘅姜糖令阿姜歡樂放鬆，醒目姜糖做到嘢，撩到姜濤開金口，透露今年出個人演唱會嘅時間。幾時會有歌唱啊？12月。可唔可以講幾時會有歌唱啊？12月。專注嘅姜糖就會創造搞笑奇景，通常阿姜喺你附近，你係會咁。係會嗌到力竭聲嘶，視線模糊，痛恨自己手唔夠長，身唔夠高，進入忘我境界。但係專注玩遊戲嘅姜糖喺砌 puzzle 前，先砌一幅無視姜濤，好好笑。有糖叫佢企埋一邊負責做靚仔就夠，又有糖話應該每塊都問下阿姜意見，逐塊同佢互動。相信姜濤好耐都未試過被忽略嘅感覺，好想知佢當刻嘅心理陰影面積。小編就已經求咗見面制嗰位幸運姜糖嘅心理面積，雖然好多人睇過佢嘅感謝文，低調嘅佢仍然叫小編唔好開名。佢話成件事係緣分又係幸運，多得幸運之神嘅眷顧，因而得到阿姜送咗一個夢幻之旅俾佢。幸福糖糖解咗小編兩個疑問：第一，姜濤呢下堅係錫落個頭度㗎；第二，小編就膽死問佢洗咗頭未？答案梗係洗咗啦。根據小編以前做嘅呢3條片，如果做第4條，佢應該係姜濤史上第一個被阿姜親吻嘅姜糖。其他糖糖又唔使灰心，身體仲有好多部位嘅，大把機會成為姜濤史上第一人。信眾要求想睇多啲姜糖土味情話，多得精靈姜糖們嘅分享，我哋又有開心片睇。啲頭髮少少亂啊，係嘛？係啊，但我心跳仲亂啊。哇！包剪揼，好，哇！你贏，好啦，好，恭喜晒！哇！你贏，好啦，Hello，你問題嚟喎，係啊，出咩啊？出現嚟咯。姜姜，呢個係我嘅手背，呢個係我嘅背，你係我嘅寶貝。哎呀！姜濤，Hello，珊珊，一星期裏邊有7日啦，你過住邊一日咧？邊一日？啊？邊一日？有你嘅每一日。哦，多謝。你好，你塊面嘈住，係喎，有啲愛，有啲靚仔。好對。Hello，姜姜。係。食麵啊？食咩啊？食麵。食麵嘅，我琴晚冇食但係都。係咩？但我想見多你嘅面。OK，多謝晒。What？Hello，姜濤。Hello smile。你知唔知你幾時係最靚仔啊？幾時啊？你試嗰陣時啊。我聽日真係上唔到嘅，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個心留咗喺你度。好，恭喜晒。Thank you。阿姜，你平時打波最中意講咩？Just do it。阿姜，我嬲你啊！不過唔好嬲啦，紅包你啦。Thank you。多謝晒姜。姜，你中意邊個啊？追你。